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政府有限，民力无限，中嘉宽频运用有线电视和网络的优势，积极配合公部门，从疫情紧绷之际开始，开发影像分辨系统，架设社区安全监视器，作为数位转型和智慧安全的良好示范。中嘉宽频三冠王双子星团队深耕台南，透过有线电视稳定的基础网路和市府合作，在岁末也传出投入社区安全防护监视器的好消息。其实，在疫情严重冲击时，就与公部门合作投入5G 应用测试，其中全国首创，先在公车站架设人工智慧的侦测系统，不只可以了解附近人流，如果民众没有戴口罩，还会自动广播提醒民众，为公共运输的防疫把关。同时进一步扩大到传统市场，同样用这种影像分辨系统来侦测人流，提供民众在家透过电视就可以判断是否会人挤人，需要先避开。中嘉宽频三冠王跟双子星在近几年，其实我们除了做视讯的服务以及宽频的上网之外，其实我们也参与了非常多市府相关智慧城市的一些建设。那从109年开始，就我们这边就有跟国网中心跟台南市政府共同执行了一个5G 垂直场域那低延时的异地共演计划。那这个实验就非常的成功。那在110年跟111年，疫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们也跟国网中心跟台南市政府再次合作，我们开发了监视器，还有 AI 人脸的辨识设备。那我们让我们台南市的防疫工作变得更加的成功。那在今年度也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再次让我们来参与我们社区防护网的建制计划。那也希望后面我们三冠王跟双子星有线电视稳定、快速以及可靠的网络技术，可以协助让我们的台南市变得更加的智慧，也变得更加的科技。疫情期间，类似这种数位转型的做法，也就是政府补助鼓励企业投入地方产业的创新研发计划，称为地方型的 SBIR。根据市府统计，自2019年实施至今，台南累积补助金额已经破亿。市长黄伟哲也表示，若中央超征预算有还税给地方，市府将先拿来补助创新研发。补助地方创新研发的这部分每年都在做，而且我可以跟各位先开一个箱，将来这个还税于民的这个部分，中央的如果超征的预算有这个分配到地方的话，我们分配的部分也会先拿来补助创新，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创新性、有这个自强性，甚至对于年轻人的这个创新是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个部分的力道我们还会再加强。政府透过资金补助和民间企业合作，对在地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台南产业的竞争力，可以说是年年看见成果。记者郭文吉、林盈庚台南报道。谢谢大家。过年将近，鼓山警分局携手鼓山区公所，在岁末寒冬举办新春挥毫送春联、扬眉吐气迎新年活动，特地邀请桌球国手庄智渊到场，和球友们举办友谊赛，炒热寒冬送暖气氛。有着台湾桌球教父之称的桌球国手庄智渊8日现身在高雄市鼓山分局，让现场的民众好开心。在分局礼堂内，庄智渊与鼓山分局分局长进行1对1的桌球对打互动，一起为当日的桌球友谊赛做精彩的开球仪式。智渊国手在现场也跟这些长辈们跟参与活动现场的来宾都有很热切的互动，那大家也好像看到明星一般那我们在礼堂也很慎重的邀请智渊国手在现场跟我们分局长一起来互动，做开球的仪式。那还有跟我们的警察娃娃公仔也对战了好几局的球。
农历年节将至，高雄市鼓山分局与鼓山区公所举办了新春挥毫送春联、扬眉吐气迎新年的活动，结合了善心企业家赠送年夜菜给鼓山区25户弱势住户以及独居长者们，希望他们也可以有一个丰盛的年夜菜。那因为我们是有筛选过一些在年夜，我们是希望透过赠餐这个活动，让这些老者可以很温馨的在除夕夜可以安享很丰盛的年夜菜，而且当场我们也有对这些老者给予关怀，还有慰问，也有乡镇一些书法家所现场绘好的春联。那希望他带着这些喜气还有祝福，可以安度一个很温馨的春节年假。拿到了这一份年菜，非常的高兴。所以说，也很感谢我们分局我们蔡分局长，他做得非常仔细，然后照顾我们这些里民居民。他们都非常的高兴。鼓山分局寒冬送暖活动，除了长者们踊跃参与之外，当地区长和里长也一同共襄盛举。桌球国手庄智渊更是在百忙之中特地抽空现身，为弱势族群在冷冷的岁末寒冬注入一股暖流。记者黄冠维、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为迎接过年连假，东山服务区赶在1月6日重新开幕统一超商。除了引进在地美食和多元服务，还以百年老榕为设计理念，象征榕景再现。疫情解封，迎接春节10天连假，预计国道将出现大量车潮。对此，承接高速公路局东山服务区的统一超商，其实自2002年就参与商场规划，这回也取得委外营业资格。除了打造明亮宽广的动线和空间，也以绿色森林为设计理念，结合户外百年老榕树，耗时逾半年的改造，赶在1月6号农历年前正式启用。包括可爱讨喜的公仔人偶表演和精彩震撼的石鼓集乐，场面相当盛大。东山服务区重新开幕，长官请用检。好，请现场的朋友给予。那在这些的话，就是工作人员在做，是绑手绑脚啊，所以我们一直跟以促商的方式来提供，把服务区提供给看厂商来进驻，来帮我们做好相关的营运。好，那也看到就说有相当的成果，我们高工局在其实满意度我们在说交通顺畅啊，或是那个路面啊，所以说它的一个满意度总是没有服务区的一个展现好的成绩要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委托民间经营相当的绩效。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是说借由这个促餐，我们把整个服务区的经营对民众、对用户的服务的满意度能够再提升。谢谢用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的赵局长，谢谢。经过半年的这个筹备，我们就是以这个在地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榕树榕景再现的提案，我们里面有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在地的厂商那另外我们也在地的请了一些在地的这个农特产，还有这个伴手礼的厂商进来，我们也希望真的在地服务就要对在地有帮助。服务区就是以餐饮和服务为主，所以经营团队引进将近90%在地的美食商店和伴手礼，加上多元服务，也是希望用贴心创意，除了让进驻的商家有商机，更重要也是提升用路人的满意度。是寿司虾卷那目前进驻在东山休息站。那这次呢，虾卷我们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把那个台南在地的永记式沐浴丸搬到这里来。那本来我们在东山家就有营运的，然后这边就是说在地的台南特色，那经过统一超商重新经营以后，这边更加的活络，更加的美丽，那也引进更多的特色产品，那这边的生意也非常的不错。这边重新改装之后，觉得非常焕然一新，然后有一个全新的感受，然后而且这边有新的进驻厂商，然后也有很多台南在地的伴手礼，还有一些农特产品，
来这边就可以完成一次购足的一个满足。过年会特别想来吗？对对对，这个地方会让我过年特别想要过来。对，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可以带自己的亲朋好友来这边走走逛逛。高公局表示，去年交通量已经创下历年新高，今年疫情解封，车潮将更加可观。服务区对于旅客短途的停歇就相当要紧，所以国道最大的服务区重新开幕以后，也希望刺激经济，让游客全新感受。记者郭恩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前瞻区瑞丰国小举办40周年校庆运动会，全校师生热情参与，有各年级精彩表演节目、脑力活动及机器人特色课程成果，共同祝贺学校生日快乐。瑞丰国小校园热闹滚滚，在疫情舒缓，学生们期待的校庆运动会，今年终于能如愿举办。今年适逢创校49周年，亲师生一起用精彩的校庆运动会，向努力不懈的111年说声加油，充满斗志迎接112年。今天我们瑞丰国小已经睽违2年的疫情了，所以大家好开心哦！我们一起想出一个今年的主题的方向，叫做精彩瑞丰49巅峰，而且我们聚焦在不只是体力的运动会，也聚焦在脑力的运动会。那脑力的运动会部分，我们主要是以2大主轴，一个就是机器人的好几种闯关，我们还有自己有机器人校队的初阶班、进阶班都有设站，还有正修科技大学、正义高中、励志中学也都一起来帮助我们设计机器人闯关。其次，脑力运动会部分还有一些像是反毒的先导行动车，还有行动图书车。还有关那个美食健康的设计，这在脑力的部分闯关非常的精彩。瑞丰国小49周年校庆运动会，立法委员赖瑞隆、市议员陈志忠到场祝贺，并于现场表扬资深优良教师、热心教育人士与绩优志工。大的建设持续进行，地方的孩子的教育也要做好。我想会全力以赴。那也再次感谢所有老师、家长们的辛劳了给孩子们最好的一个学习跟未来。祝福所有我们同学们，大家都生日快乐瑞丰国小生日快乐，孩子们都健康学习，快乐长大。各位贵宾都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事业顺利成功。很高兴在我们2022年的最后一天来度过我们瑞丰国小49周年的校庆。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大家一起来支持瑞丰国小，争取更多经费，让我们的环境各方面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那我也看到今天我们的口号精彩瑞丰49巅峰，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孩子在瑞丰都可以快乐学习，家长也可以很放心，让我们的瑞丰的发展可以事事如意，长长久久那祝福我们瑞丰国小生日快乐，大家新年快乐！现场也邀请正义高中、励志中学与正修科大带来机器人体验活动，让师生们认识智慧生活的创意发明，使得瑞丰国小校庆运动会不仅是体能运动会，也是脑力运动会，同时展现学校推动科技教育的成果，吸引亲师生们踊跃参与。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大台南建商工会理事长张雅亮进军食品产业，秉持为社会奉献与行销在地的精神，投入伴手礼市场，成立海洋牧场品牌，并发表瓷砖虾饼。源自台南在地食材，经过多道严谨程序审核把关，坚持食材原味、天然无添加的伴手礼品牌，就在28日正式发表。现场超过500位嘉宾参加，也有许多议员与市府长官亲临发表会现场表达支持。很多我们都会讲说要吃天然，要吃在地，但是最重要要吃到美味又健康。因此呢，我们刚刚海洋牧场所提的，这个开发出来，不管是2丁挂瓷砖的这个虾饼，或者是鱿鱼，或者是西虾瓮，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海鲜食品。我想都符合这个原则。
因此为了大大替我们台南美食之都增添光彩。海洋牧场董事长詹雅亮，过去曾是大台南建商工会的理事长，在建筑业打拼40年，为人正派有能力，在业界很受人尊重。这次投入食品业也不是庆庆菜菜，特别找来有20年食品研发经验的技术长谢明贵，以及海洋牧场执行长邱少谦共同来行销。我原本是建筑业来出身，但是因为有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兴趣，跟认为它有它的独特性，很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就在选择这个时间来把它发表，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产品，因为我们标榜的是零添加、纯天然、无污染。因为我们台南在地的虾饼，我们想要说突破，让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式下去做呈现。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它像是一个食品，也像是一个艺术品，然后让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可能拿到我们的礼品，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会感觉非常的惊艳。不同于一般市面上的虾饼，海洋牧场的瓷砖虾饼，从外观就能看到2只大虾，一口咬下还能尝到满满的海味，而且完全都不会臭车。整只虾子含在里面，超特别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虾饼。会不会有腥味？不会，完全不会。就是我也是很怕有鱼腥味的人，但是我吃这个虾饼完全不会有鱼腥味。执行长邱少谦表示，海洋牧场重新定义了伴手礼市场的高度，更将传统与创新做结合，整合数位商务与布局网购市场，打造连锁电商通路，同时筹备全国伴手礼实体通路门市，行销台南在地观光，也提高了青年就业机会，让海洋牧场不单是伴手礼品牌，更希望能够成为伴手礼产业的领头羊。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原中港湿地位在楠梓区莲宝溪出海口南岸，在市府及认养团队多年合作下，从原本宽阔的渔温化为滨海生物乐园。室内的水鸟不仅比以往多，而且还出现了新生命的踪迹。原中港湿地在111年度国家重要湿地保育行动计划的生态监测中，就记录到新的物种，包括淡色黄蝶、绿斑凤蝶、玉带凤蝶、紫舌木蝶等4种蝴蝶，还有出钩春蜓、纤腰蜻蜓等昆虫都在湿地线中。原中港湿地的部分，它是一个半咸水、半淡水的一个区域，它利用楠梓污水处理厂的终极回收处理过了一些放流水，溢注到原中港湿地去，所以它那边的生态非常非常的一个丰富。比如它最近我们有发现有4种的蝶类，还有2种的蜻蜓，2种新的蜻蜓。另外在空中的部分有一些鸬鹚捕鱼啦，或是栖息，或是大批的白鹭鸶从其他的区域整个迁徙到这边来。另外在水面上，在沼泽地的部分，它有一些弹涂鱼跟招潮蟹的部分去做一些整个生态，会从水到泥滩到树到高空的部分，整个做一个生态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丰富。多样化生物同时现身在半咸水河口红树林与淡水皮塘水文特性的原中港湿地，饶护生态野趣，也吸引生物们接连拜访驻足，更表示了原中港湿地受到各种生物的青睐，让湿地于提供栖地、景观游憩、环境教育的生态功能上再有所提升。整个目前可以去看的部分，像招潮蟹，它现在正在一个休养的期间，所以在泥滩地的部分，你也有看到一个像烟囱式的一个孔洞的部分，那个就是招潮蟹，它再去做一个捕食，去做一个休养的一个生态。另外在当地的话，我们也会去举办一些生态的讲座，生态的一些教育的部分，以当地丰富的环境，还有丰富的一些自然资源，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去做一个更完美的一个生态的讲解的部分。高雄市境内大大小小的湿地生态各有特色，并与公园绿地串联成衔接人与自然的生态廊道。
显示市府对于生态保育与永续城市的重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原中港湿地是野生动植物的最佳避风港，同时也持续守护受到气候变迁影响的海岸环境。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駁二艺术特区是高雄艺文地标，其中大英仓库的原博馆，馆内空间进行新改造，除了展售原住民的文创商品、农产品与美食外，还设有舒适的用餐空间，环境优美宁静。走进位在駁二艺术特区的原博馆，馆内空间有了新改造，除了展售原住民的文创商品、农产品与美食之外，还设有舒适的沙发区，多元空间，采光明亮，是适合坐下来放松用餐的环境。简单的介绍，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店里走走啦。那因为我们希望走到的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馆区駁二特区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商店，跟駁二有很多的一些国外的开放的国外的游客进来了，相对的我们馆内。当然，我们是莫忘初衷，我们还是以原住民的特色文化来初衷，但是我们还是要为了让他们看见我们更能够被接受啊，我们也能够互相的看见对方，所以我们里面也是展现了多元化的一个摆饰。那相对我们除了农特产区，还有我们的文创区，再来我们2楼也有一个可以经常做策展的一个特区，好，也有相对的还有一些餐点都可以坐在这里吃。元旦假期，许多游客前来原博馆走走逛逛，展示架上产品丰富，具各族群特色，多元化展区让大家进一步认识原乡文化，了解高雄的丰富面貌。那因为近期我发现很多不管是外国人也好，或是年龄上不分老少，基本上手创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高山部落，好，还甚至于我们还有一些外地的族人。那其实，在原民会这里呢，我们发现了很多文创，有耳饰，还有我们的那个项链啦，还有一些什么小的帽子海盗帽之类的头目帽，尤其是这些的系列，他们都很喜欢。我也是希望鼓励我们在地高雄3大部落的族人，有创作就尽量拿出来，我们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的创意跟技能。原博馆自成立以来，持续汇集高雄原乡的各项精美产品，让高雄的原乡产品走出部落，也让消费者能在都会区就近体验原住民文化，更可以感受来自山林的氛围。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凤山区新墙公园临近卫武营南侧，园内有棒垒球场、羽球场、沙滩排球场与大片绿地，为新甲地区主要休憩空间。现在公园内新设置滑步车游戏区，可以玩直线、弯道及连续坡面等地形变化，让小朋友玩滑步车的同时，还可以体验交通道路守则。凤山区新墙公园新设置滑步车游戏区，滑步车道规划有直线、弯道以及连续坡面等地形变化，同时能训练手脚平衡，还有可爱造型的小汽车游具。喜欢玩滑步车的小朋友，这里可以享受到趣味性与挑战性。今天带小朋友刚好从这边经过看到这个新的设施，觉得不错，那就想说小朋友带他出来晒晒太阳啊，滑步车啊，让他练习一下，感觉很好。这个设施很好，而且我们有注意到他有做一些交通的标志对，那是不是也可以有点教育？对，让小朋友可以认识一下这个交通号志，以后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可以注意到这个一些设施对他的教育上很有帮助。小朋友双脚左滑右滑，体验滑步车道的乐趣。而在车道旁树立交通道路守则，每一个路口、弯道都设有标志标线，可教育小朋友交通规范与行的安全。袂歹啊，感觉互囡仔有一个教育，安尼感觉要细汉就安尼，互伊了解讲迄个交通安全，安尼袂歹。嘿。有迄个标线标志嘿啊。也是在为细汉就教育讲这个红车顶好什么路。嘿，安尼较知影。嘿，安尼囡仔为细汉就会小可有遐概念，小可知影讲有即个情形安尼无，安尼嘛是袂歹啊。
还不错啦。对对对，因为它刚好有那个滑步车步道这样子，只是它那个坡度可能也比较小的小朋友比较不适合，可能要大一点的小朋友。对对对。这里的滑步区就像小型车道，从起点开始，右弯、左弯、直线道以及障碍坡道，让孩子们光在这边能溜个好几圈，疯狂放电。路面规划相当适合带小朋友来玩滑步车。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曼珍，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